各位早啲時間我同大家咧報告過咧，就話咧喺美國嗰邊咧，而家有一個好大嘅泡沫咧正在形成中啊！呢個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嘅泡沫。咁呢個人工智能泡沫咧，就呢度咧有篇文章啊，咁啊就我會將個節點方描述到，就詳細講到咧，而家咧目前咧喺美國嗰啲投資啊，用喺呢個人工智能上面係幾多咧？咁題目嘅標題已經講咗啦，呢個係以萬億計嘅。嗱，而家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咧，大約就係27萬億啊。而咧而家佢哋投資緊啊，係講緊萬億，咁即係差唔多5%嘅國民生產總值㗎。咁呢個咁龐大嘅投資啊，最可惜到目前為止咧，就冇一個明顯嘅方法咧，點可以啊係收回成本啦。所以呢個變成咗一次嘅豪賭。呢個問題唔知咁多嚇，個問題仲複雜啲嘅就因為咧，美國嗰邊電力係唔夠噶，因此咧除咗要興建呢啲咁嘅計算中心、智能計算中心之外咧，仲要考慮到電力供應嘅問題，所以咧就嗰個投資咧就相當高，而咧目前嚟講咧就見唔到啲有可以出現嘅回報。咁呢個同咧上個世紀大約90年代嗰個互聯網嗰時咧，啲科技公司搏命咁喺美國就鋪啲光纖啊，咁結果有大量嘅呢啲鋪光纖嘅公司咧，終於咧就垮台。益咗咩咧？益咗 Google， 咁 Google 就可以咧就平價地買呢啲叫做 Dark Fiber， 因為咧個光纖唔好再着燈啦，因為鋪咗落去發覺收唔到本，公司執咗之後咧個資產咧就俾人賤平賤賤買，於是係益咗咧係 Google 噶。咁呢個係一個現象啊。咁到遲啲當呢個人工智能嘅泡沫爆嗰陣時咧，到底益邊個咧？我哋唔知啦。但係無論如何咧，就而家呢個可以話咧係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嘅泡沫嚟噶。因為咧好多個科技公司都搏命咁樣喺度投資緊，以目前咁嘅投資速度啦，美國人要呢啲公司要收回成本咧，差唔多係要每年講緊最少係有8000億嘅收入，但係目前嚟講咧得百零億嘅啫啊，咁所以離開個8000億啊，相差咧就7-8倍之多。咁點可以咧？就係遲啲將呢個人工智能嘅收費一係提高，一係咧就諗辦法削減嗰個佢哋嘅開支預算啊。咁呢個問題會唔會喺中國出現咧？咁樣嗱，呢個絕對有可能出現㗎。咁因此我想同大家咧就唔係同大家讀呢啲數字啦。因為我正話講咗啦，我將個接連啦。放喺描述到大家就可以自己慢慢睇啦。嗱，而家你睇過呢啲咁嘅智能中心嘅前面有一大堆呢咁嘅嘢㗎啊！呢啲係佢哋發嗰個電力網嘅有關嘅嘢、有關嘅設備，但係咧就你嗰個電力廠唔喺度嘅話咧，都未必有用啦。咁所以咧，我哋下低有另外一個圖啊，呢個有冚唪唥啲係講緊啲電力網嗰啲接線，但係你個電力廠唔喺度嘅話咧，都冇用啦。呢啲投資咧係相當驚人嘅。咁因此咧，呢個就係一個萬億級嘅豪賭啦。如何可以揾翻錢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咁呢個留翻佢哋嘅問題，翻最我今日嘅主要嘅內容就係到底中國一樣喺度係投資緊喺人工智能上面㗎。咁中國又點咧？咁樣？喺美國嚟講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可能就會促使佢哋嘅電力公司咧係追翻上去。咁呢個對整個美國嚟講係有好處嘅。但係人工智能嘅投資咧就可能真係冇乜大用啦。另外，人工智能同埋其他投資一個好大唔同嘅就係呢啲芯片仍然咧好似咧可以跟住個摩斯羅行。即係換句説話講啦，我哋預期咧大約2年到咧，或者1年半到咧。18個月啦，咁嗰個芯片嘅能力就會增加1倍嘅。所以咧，目前投資嘅芯片，我哋可以預期2-3年之後咧已經落伍噶啦。
即係換句説話講啦，佢哋嘅大量投資咧，嗰個回報期咧係要相當短咧，先能夠咧係支撐到呢一個投資嘅。呢個係而家美國面對嘅問題。中國點咧咁樣？嗱，中國而家面對嘅問題啦，就電力唔係問題，對中國嚟講係個算力問題。而算力咧就唔係淨係啦，用喺人工智能上面。其實咧喺其他個電子產品都需要大量嘅算力嘅。而咧人工智能投資可以促進咧中國咧加劇呢個芯片嘅發展。嗱，呢個對中國整個嘅國力提升係有幫助。等於咧就電力喺美國提升對美國係有幫助，對整個美國嘅基礎建設有幫助。喺中國嚟講咧，亦都需要盡快提升啦嗰個製造算力嘅能力，即係要做芯片嘅能力。因此啦，而家呢個嘅人工智能嘅狂熱可以咧有部分啦攞嚟推動呢樣嘢。呢係一點啊。第二點係而家西方用緊嘅人工智能，大部分係用喺軟件方面啦，仲喺呢服務業方面啦。佢嘅服務業係指咩？係指譬如商業跟算啊諸如出嚟咁啊。ChatGPT 係一個標準嘅答案啦。咁另外有一啲就係通常都係用戶啦同佢係對話嘅，有用冇用？有用，呢個肯定噶啦。好多成日要做嘅嘢可以交俾人工智能幫你做好佢。譬如啦，我有個PDF 嘅檔案啦，咁我想攞入邊啲內容出嚟。以往咧真係要睇住佢嚟打，而家唔使啦。我將嗰段嘢交俾人工智能，叫佢用閱讀方法幫我讀翻出嚟，咁就慳好多功夫。咁呢個係有用嘅，但係呢個用途而家大部分嘅人咧就唔肯俾錢啊。又可以有啲免費模型，點解唔用咧？點解一定要用交費模型咧？咁樣啊。另外，亦都好多人工智能集中係用喺寫軟件方面。咁呢個我到而家都未用過，我唔知道到底咧寫軟件而家人工智能係有咩好處啊？我以前咧係做軟件㗎，但係咧我已經停咗手都成10幾20年啦。咁好明顯啦，我啲程式能力已經退步咗啦。咁第一冇當年嘅能力，第二就係而家先進咗呢10幾年20年，咁我已經跟得唔貼啦，所以就好可能我真係要重新學改未定。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另外一個用途就喺呢方面啦。咁當然仲有其他用途嘅，譬如咧幫你將一啲文件撮要諸如此類。但係呢啲咁嘅用途，到底可以產生幾多經濟效益咧？因為呢個咧啲用家未必願意啦，係俾好多錢去用。咁呢個會係一個非常大嘅矛盾嚟㗎。嗱，正我講到咧，就係美國如果以咁嘅速度去投資嘅話咧，佢每年要生產出嚟個用量要超過8000億㗎。呢個8000億，如果我攞翻個現實數字嚟講，基本上目前嚟講喺美國所有要交費嘅 subscription service 包括報紙嘅閱讀刊物嘅閱讀或者睇電視嗰啲費用等等加埋都冇咁多。咁我哋如何期望淨係人工智能可以產生咁大嘅用量同埋咁大嘅收入咧？呢個係佢哋嘅問題。嗱，我哋個問題喺中國啦，就行咗一條完全唔同嘅路啊！中國大部分嘅人工智能都係開源㗎，因為開源咧，咁面對另一個問題啦。譬如用 DeepSeek 我要攞佢落嚟用，因為我自己本身嗰個電腦嘅資源問題啦，我就行唔到佢最高個精準度嘅模型啦。我只可以揀，譬如我可以揀到大約32G 度啦，或者32B 咁再上啲我未必行得到。呢個係一個我哋用家嘅限制。如果我哋要純粹追呢個開源模型，但係當然都可以用網上佢哋嘅服務。而
如果去到我用量好大，要俾交費用嗰時咧，中國模型嗰個費用我就比美國模型平好多。所以只要一旦中國模型可以示範到出嚟個成績嗰個功能唔輸俾美國嘅話咧，咁美國啲模型咧嗰個收費個可能性就會大幅減少。中國點可以咁樣做咧？咁樣中國有幾個優點。第一個優點就係中國電費平，呢個係必然嘅事。第二中國嘅建廠嘅效率非常高，即係換句説話講，一旦咧我哋係解決咗基本問題，譬如好似華為，佢會喺2026年明年大約係年第二季第三季推出佢個新嘅Super Port 當佢推出嗰陣時，一旦成功咁就可以以好快嘅速度就加入去個市場做競爭。我期待咧，中國嘅算力去到2030年度就會超過美國，最少以倍數計，我認住可能會超過美國3至4倍以上嘅算力。呢個算力嘅急劇追有好多喺度。第一就係我哋要追翻上去嗰個嘅芯片設計、芯片製造嗰邊，呢個對中國嚟講係必要嘅事，所以呢啲投資無論幾多都要抌落去噶啦。所以喺呢部分嘅投資我哋係冇問題。第二部分要設廠要更新，我哋中國有足夠嘅能力，以非常快嘅速度係更新我哋嘅新嘅算力。新嘅算力出嚟唔等於舊嘅算力完全抌咗去噶，我哋嘅舊嘅算力可以服務其他嘢。第三中國行緊個人工智能模式就唔係純粹係軟件方面嘅，有好多譬如係工廠入邊嘅機械人啦，喺礦場入邊嗰啲礦車啦，嗰啲控制啦，喺物流上面嗰啲人工智能幫手解決物流嘅問題等等。中國有非常之多嘅其他場景係美國冇辦法用得到出嚟噶，因為佢哋冇製造業。佢哋個製造業基本上而家已經係退步晒噶啦，佢已經冇咗一個製造業。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佢哋個人工智能嗰個應用場景就比中國少咗好多啦。中國喺人工智能方面嘅發展，可能目前嚟講仲仍然係差美國一啲啦。但係喺今年年初個 DeepSeek moment當 DeepSeek 推出嚟之後係曾經導致Nvidia 係嗰個股票跌咗成7%㗎，一個非常大嘅衝擊。而家呢個衝擊，我相信陸陸續續都會出現。中國幾個大嘅人工智能嘅公司，DeepSeek 唔係大㗎，大嘅有阿里巴巴㗎啦，阿里雲啦，有微信啦，有好幾間大嘅人工智能公司，我哋暫時未曾留意到，其實係嚟緊㗎啦。一出現之後對美國衝擊更加大。所以另外一個最大風險就係呢一個，如果美國嘅人工智能呢一個泡沫係爆嘅話所引發嘅金融問題會唔會牽涉埋美國整體經濟嘅問題呢？因為我已經今日譬如喺世情國事同大家提到我覺得美國而家個經濟係相當危險㗎，因為第一佢國債好高，佢個咁高嘅國債而冇一個還本嘅途徑喺度，咁所以呢個係不可持續㗎。第二，佢哋而家嘅經濟政策可以話係亂嚟㗎，特朗普係唔識經濟，可以話亂嚟。咁當然啦，佢可能用嗰個所謂關稅作為談判嘅手段，但係佢而家將美國嘅信用可以話完全破壞晒。咁喺冇信用情況之下，政策唔穩定嘅情況之下，佢如何可以使到嗰個譬如製造業係有投資啦？人工智能咁多投資，目前嚟講可以話啲投資人係
發晒燒啊，一股咁樣，呢個歷史上出現好多次㗎。我即刻講咗個喺上個世紀90年代嘅互聯網係咪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呢啲例子多得好緊要。譬如再早啲嘅英國嗰陣時，鋪鐵路亦都係曾經一窩蜂，亦都搞到咧係嗰個供應過剩嘅，使到咧啲鐵路冇係賺錢。而咧人工智能同埋上一次互聯網有同樣嘅問題，揾唔到一個合理嘅利潤嘅點，而中國唔同，中國可以用喺其他地方有好多可以有用嘅點。當然啦，從國家嘅實力嚟講，有人工智能好重要，但係喺一個純粹以資本主義為主導嘅經濟入邊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危險。到底美國會唔會因為呢個人工智能嘅泡沫爆而引致美國本身金融方面都爆呢？呢個係更加危險嘅事嚟㗎。好啦，多謝大家先。